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4篇，耶利米书第5章18节到31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人得救。咱拢知影，享受救恩是上帝的目的，毋是处罚。也因为安尼，所以上帝享受世间人，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享受互咱。咱过去伫咧分享先知书的时阵，也一再强调讲，虽然先知总是会去预言上帝的审判，这个背叛者的结局是真凄惨的，但是咱强调，咱了解预言的目的，是要互为着遐个离开上帝道路的人有悔改的机会。这个目的就是上帝要享受救恩。先知的预言，咱应该甲伊看做一个警告的记号，也是咱咧讲的红灯，或者是伫讲交通这个标志顶悬的禁止的标志，就是咧警戒的人伫头前的路是行袂通的，并且咧预言讲这个此路不通，后面会有甚物款的结局。这两天风太雨经过咱北台湾真侪山路就已经放弃，所以就会放迄个标志讲头前毋好行，行去都会有危险，可能会去互山崩来跌着等等的，这就亲像是先知的预言。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安尼讲，圣经记载上主讲，说出迄个大灾难的时阵，我嘛无将我的子民拢总消灭。耶利米说出因问起我为什么安尼来对待因，你着爱甲因讲，因为因气杀我，伫家己的国土顶悬服侍别的神明，所以因就爱去流浪伫他乡，服侍外国的人。上帝就照过去共款，互先知来宣布伊的预言，目的是要来提醒雅各的后代以及犹大人，讲着爱通过雅各的后代，犹大人的人民来宣布，恁这个愚妄无知的人恁着爱留心听。恁有目睭却看袂到，有耳孔却袂会听。我上主问恁，恁为什么无敬畏我？伫我的面头前是安那袂伦呢？我安放这个伫山坡做海洋的界线，大洋袂当搬过这个界线，海水冲起来也袂当来搬过，这个真大的影来滚架也袂当突破。但是恁这的人真固执佮悖逆，恁背叛我，气杀我。因为以色列人民因的心内非常的公义、固执，因一再拜偶像，远离上帝，背离上帝虽然安尼，上帝一摆搁一摆差遣伊的仆人来预言、来预告，互以色列人有机会来回转向上帝，享受救恩，互以色列人。
圣经安尼讲，虽然我照时赏赐恁春雨秋雨，互恁来逐年拢丰收，恁却从来无敬畏我。恁会做，互风雨失调；恁会做怪，互恁袂得到收成。这真是所谓的有喙讲甲无烂，安尼来考考。甲以色列人讲有得到救恩的机会，亲像彼得所讲的，上帝疼世间人的心是遮尔啊的热切。上帝无愿意有人沉沦，但是伊爱人人拢得救。因为人伫生活中间受到济济的引诱甲陷害，亲像圣经安尼讲，邪恶的人住伫我的子民的中间，因设陷阱来陷害人，亲像掠鸟的人来张罗网，因会厝内藏济济偷摕来的物，很亲像拍蜡人的蜡笼，堆满着蜡物，所以因有钱有势，因肥又搁面红光赤赤，因极其凶恶。无替这无依我的孤儿来伸冤，无替无助的善恶人主持公道。因为安尼，我上主要为着这个事来处罚因，我要报仇安尼的国家。伫这个国土顶悬，竟然发生安尼样恐怖的事，互人惊吓。先知只有会晓讲白贼，这是专门为着家己争权夺利。我的人民竟然无反对，处罚的日子一到，因是要安怎呢？请会记得，上帝毋是毋知影要安怎对待以色列人，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愚妄固执。因此也拒绝救恩，所以上帝安尼来讨愧，我要来对恁怎样啊？彼得嘛安尼讲，可是亲爱朋友，有一件事恁毋通袂记住，伫主的眼中，千年若亲像一日。一日若亲像千年，主并无亲像一般的人的想象延前，无要实现伊的应允，反倒当伊宽容恁，因为伊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伊爱人人拢悔改，也是讲得救。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，当伊面对上帝的时阵，好若亲像上帝只有显示，好若敢若一个死那，也是这个焰火，将来要审判世间人的性命，但毋是要为着杀害，是要为着互这个人，这离开上帝的人来明白。因是需要上帝的救恩的，互因明白家己是倒一种的人，也因为上帝疼世间人，并愿意互以色列人得救。圣经彼得佮安尼讲，但是主佮来的日子，亲像刹那忽然间来到。伫迄日，这个天要伫真大的这个声音的中间来消失。这天体要伫这个焰火中间来烧了了，大地甲万米拢会消灭。既然这一切拢要安尼来消灭，恁应该做倒一种人呢？恁应该过着圣洁
虔诚的生活，听候上帝的日子，努力来加速伊的临到。伫迄日，才个天要烧了，天体要伫焰火的中间来烧样。但是咱得听候上帝所应允的新天新地，伫迄个所在正义常常伫咧。伊将新天新地救恩赏赐互以色列人，赏赐互世间所有需要救恩的人。今日另外一个经文伫诗篇94篇因为篇幅较长，请咱家己来读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咱得到救恩，是因为咱是有福气的。咱也看见咱所领受的呼召，就是要将上帝的救恩甲还未接受的人三角来分享。求主帮助阮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